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我阿明姑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讲到面农，观众朋友会想到哪个东西呢？是纸扎的、哑帘还是面趴板？其中面趴板是我们南部行人平常如果贴饰的东西。可是其实在南部的客家庄啊，你可以把面趴板店实在无简单，因为唔单止要想外地客，最重要的也想本地客。今日我哋有請到來賓，一路聽面農可以的面趴板的店嘅。今日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強婷、陳亞薇、妻子，我哋嘅北神來到現場。強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面農嘅鍾強婷，喺面農可以見面趴板店。還有徒弟北神，大家好，我係北神，我係店馬啲合作面趴板。強婷，我想問吼。你哋你講年輕嘅一啲細妹，我想開面趴板店咯。我先請問一下吼，開面趴板店以前啊吼，係有試過條路冇？有，當然有。安尼做咖啡，做咖啡嘅，然後做意大利麵，都做西餐啦。做讀書嘅時候做出興趣嘅啦。因做喺高雄市想要開間店。但是因錢無都個好嘅店面個隔意啊！我爸爸同媽媽可能請了2年嘅，都請多。想講喺冇南面，如果有2間店面，租年，冇鼓勵可能是有4項冇，鼓勵可能冇嚟做客家菜，所以我唔曉得做飯嘅，我就做媽媽教我呢，嗰傳統嘅客家菜。然後一開始去做客家菜來吃看先，然後以豬腳飯啊，風肉飯來做主打，按過後1年半生意慢慢差是多嘅。咁亦奇怪，亦啲佢仲有轉變都講，以前係喺高雄本土路上嘅講嘅，因為人哋以前本來都做西餐嘅啦，意大利麵啊嗰度，我做埋細過去面農，如果想講聽到嚟做嗰種客家嘅菜啦、客家嘅料理，因為基本上同學習嘅東西都冇同樣嘅東西。因為我有做過港飲啦，因為港飲其實嘛係種廣東菜，有18間行業，有18種，所以我上手過簡單一些啦。因為面農全部90%都老人家，想講做一啲台菜、客家菜，安尼看本地人會食麼？結果本地人只搞中菜，唔會出來食。咁你即係少少想問啊，因為而家我哋是我哋回想來看看啦，做乜話能冇事？因為其實而家做事咧幾多年，因為人家講做事咧可能門檻嘛唔好講按過啦，因為而家幾多嘅訓練咧啦，教營養嘅煮菜啦，嗰種幾多年強人睇咧上我都講，我係咪學乜嘢都可以搞掂。咁我哋而家用我哋嘅前輩，睇行喺前面，雖然我哋嘅前輩已經忙喺佢嘅會團上面，你可唔可以很想象一下講，幾時人你講這個會失敗嘅原因係乜嘢？失敗原因係經非常係大原因咧，呢是件唔對，因為本地人只搞中菜，而嗰社會出來食飯，外地人來面農主要是食飯嘅，講係飯嘅要講董事間工廠拿，冇乜特色啦，冇乜特色啊你啊，結果本地人生意要做唔多，外地人嘅生意要做唔多，嗰時候1年半都冇人嚇，一年冇到300營養你嘅。嗰時幾時嘅厝咧，我能講豬腳飯啦，幾多地方嘛本地都有賣飯嘅，有。嗰時但是幾時嘅飯係從工廠拿嘅。嗰時都變成講外地人，像我講嘅來面農啊，是豬腳飯做嘛咯？啲豬腳飯高雄大陸食得多，好，但是唔講面農在地人嘅話，如果你講人家辦嘅，你從工廠拿嘅，好冇乜嘅即個特色，好，嗰時人家差唔多，發現講幾時可能會失敗嘅原因咯，咁還有一個問題，因為你即個講你即個做過咖啡啊。係啊，咁而家咖啡堂咩鬼有名啊？其實我唔想講開啲咖啡咯。因為想講面農人應該唔會飲咖啡。嗰陣其實都想講，冇想到要做咖啡，所以就要做嘅。咁唔難你開始，因為講他們做會多啲，
我想到讲，我又开始继续要做面包饭店。因为升班的升2、升2年呢，我连班的又冇安咪做啊东地，然后我又想讲，我刚才先生讲，那还没看过多钱，看你卡都刷爆的呀，然后我讲，但是我做升了2、升2年班呢，还没来吃，还能再听你面农，但面农就等于班的呀，我讲我还没去搞，应该来了解一下班的怎做。刚才先生讲可以支持我吗？用可以，我按不跳去 7-Eleven 打工。我觉得可以点点用拿出另外一种唔前撸迄个卡片讲，我把鱼长趴。係啊，然后呢就慢慢的试，听的试，试了差不多3年到半年哦，先用菜来面试，试了有18滴也火位台，然后也盆泡一盆一泡，然后也将个比例一倒，有18滴的，让人慢慢的讲，刚才先生讲，可以再继续支持我。对啊，我有点问题。照理讲我等开始转变一个新的工作时，我等天天会请先生啊。你冇一请先生咯，可是冇一请先生啊，反而听英人讲冇一请先生，你没有去找老师，你也要看电视吧？应该我看客家电视台啊，应该搞过都应该给面包包按样我整。你其实我自己去吃冇有一唱高人过嘛？像看书记的 YouTube 冇唱啊，但是因为我以前做事的经验。还有18安尼，像钢印有肠粉，其实过冲班的，所以我其实有18经验啦。但是我多到用乜米，多到用乜比例，反正我感觉最好是的，然后我就试到年存的唔盼得抽係咪冇錢的，做嘅東西唔盼得抽係米國安尼零沙，問講麻煩佢試一下，試得要強起嚟啊！可是按你喺度提講按樣去整面趴板的啦吼，但是問題係，我後來要加按多些些。也有下班的經驗，嘅機緣，可能我爸爸同媽媽睇種番薯葉，種tomato，咁奇怪，東西佢弄係順係就比因跌因落，佢弄係想講，東西應該可以做飯嘅啊，來吃看先。我永遠記得爸爸講一句話，冇種得以為冇嘅，冇錢嘅，你種以為冇嘅，我唔怕爸爸來試看先，就慢慢的試，真是打起來試試，運氣嘛怪好啦，都好啲番薯也打出來試試怪孬，我係見有幾箱啊，其實番薯也分4種品種，就按都好本來試到怪孬嘅試試，冇其他試試做唔上哦。因為那做乜我冇按到問題，因為我哋喺面前讀到呀，迄兩個幾年前嘅做面趴板咧，以前我哋訪問嘅路嗰種，可能做面趴板做幾久嘅，因為就係路徑嘅，都因為講本來做面趴板都按簡單啦，如果用乜嘅隔夜嘅米啦，冇隔營養嘅米啦，前夜嘅嘅啦，但是我哋喺嗰邊訪問嘅兩個都全部年輕嘅，聽日都冇白神嘅。請問咯，而家年輕人做事情應該會像嗰種會派頭工作啊，譬如講可能係聽人送貨啦，我哋做西裝啦，拿到嘅公司包嘅做乜事情，我選擇一天做面趴板。集中嘅時間就想出來做事，伊時間我講嘅先生就講係介紹落嚟也做事，我當時落嚟嘅時間。嘛要從基礎嘅開始做，調價，這看到我按3萬就教我做飯嘅。幾時節國中嘅時節，如係算18係咪？幾時節？打工，學生學校介紹唔等去夜店係咪？其實我過很學校冇。我有時俾你哋好氣啊！又可以做個按獎，又可以吹人氣，做乜介紹我去啲面泡飯店，要按一把。你係咪同人說明下講，其實看到夜面花飯店係工作是點樣嘅？我意思就想出來講做事，冇特別想去買一點，就有做事有事可以做就好。
我就认做，发现我对也个做班的有热情，就认做而已。可是你可以对那边做一个情绪，做一个面拍板啊，然后本人吃到感觉到quite好，哦，应该嘛quite學咯，人都感覺到有啲成就感都quite高，係咪？其實我想問一下哦，唔太有同人講呀，做面拍板的過程係樣嘅。一開始先泡米，泡1點鐘，泡1點鐘，哈，該打成米漿，再拿開始可以蒸咧，一塊一塊拿去蒸，我哋都係用瓦斯太薄嘅安尼蒸，都提廚房地位蒸，那甜的時間就更熱，因為有些水蒸氣為您散發，就會更熱。咁人家有開發出按照冇叫我食咧，咁幾時咧嘅就食成一樣嘅概念片啊？食成就磨好米之後，一摘新鮮的水果，都再打成米漿安尼。嗰時都變成一五種嘅食係咪？咁有比例呢？比例你即個知冇？比例硬啲咧。機密嘅意思？係啊，商業機密。但是至少我哋第一個最有過程裡邊，第一個平常有在工作啦，唔係最好講嘅啦嚇。嗰時喺面發明嘅一種種嘅面拍板以後，生意都變得幾好呀。一開始大家都習慣拍攝嘅板嘅，然後因為拍攝嘅樣係傳統嘅板嘅，都幾嘛相同。因為一板嘅能自家做嗰種天然嘅，但是人下都感覺係咪加色素安尼。嗰時其實花幾多精神去試驗出來嘅面拍板，結果市場上還是冇人接受，加係普通人咯。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嘅來賓強聽我哋講，以後來實驗出種嘅面拍板以後，結果市場上還是習慣拍成嘅面拍板。佢最慢咯，人家線上都已經去做啞板咧，咁也有冇人接受？最慢係樣咯，一般做到幾間呢？因為咱拄好一個緣分啊，咱當天有一個線上伊都派一個菜天嘅水果搶出來分享會，然後我去參加，然後我拍攝的班去參加，然後我搶也吃，因為演到總批都弄人家演吃最準，又拿一本也是，心裡講不言講，人家還有3個唔曉得做，有試的人講，你有冇按米做的呢？有按上呢？然後就來講，你那米能菜體中的147毫米。咱們上個上米，今農會都提推廣，按米變，咱就做到佢用蓬萊米做，就唔係像佢，連全世界所有的板嘛河粉，全部用菜來米，咱用蓬萊米，所以咱蓬萊米係新米，像泡1點鐘就可以，就不夾，但是咱們上。不是，咱對如本來的呢，睇嘢啥已經去評判過啦，然後都講有一啲面拍板嘅拱有錯，聽日你係咪鬼上？咁其他食神嘅咯，其他食神後來睇緊人佢用一開始接觸安尼嘅東西。那時候安尼食安風暴爆發之後等到安尼消費者全部過來嘅，你會想講我記得面農嗰種有一點用新鮮的菜水果做嘅板咧。來試看一陣咯，安尼養了人傳人，口碑養出來嘅，就安尼。嗰個其實唔係講係基因嘅，應該講有本來都人嘅實力啊。因為講你要講，他講人辦係做嘅時間啦，你即個唔係萬人係做真嘅，萬人係做傳統嘅。人家講潮水退了之後，就會知道誰沒有穿褲子。就等於講事情發生咧，我哋都非常想，萬人係真正莊重喺做事情，嘅件啲事情就可以從業我嘛。
咁今年马带嘅这个最有名嘅5种嘅面拍板，我想我摸一下白色呢，我烤一下，烤一眼看一眼，我敲摸一下，黄色係用乜嘅嘢咩啊？黃芪嘅，黃芪嘅嗬，我哋咧專門用飲黃色嘅黃芪嘅嗬。咁嘅我哋係紫色、藍色。藍色係蝶豆花。哦，蝶豆花係咪？啊，紅色咯。甜菜根。啊，甜菜根，我想問一下嗬，甜菜根唔係外國嘅東西哈，而係你喺在地嘅地方拿哈。係啊，以前嗬係歐洲就澳洲，然後過來去歐洲。然後因為台灣啊吼，佢國際化誒，然後台灣佢嘛個養生嘛，佢是用甜菜根嚟做。嗰種美濃本地有種甜菜根咧？有佢南部有種誒，以前有北部、中部，佢南部嘛有種。但係用嘅東西大部分都係我哋美濃菜地可以尋得到嘅東西。係，然後最主要係我嘛自家種，啲豆花啊、番薯葉啊、青色的啊，都我自家種嘅。嗰時嘅橙色嘅地方都係番薯葉，係橙色。咁這個其實佢咪要帶番薯葉落，而家番薯葉被乾，佢硬長咧，同我哋一般看到嗰種圓圓啊，嚇嗰種看嚟個腰嘅番薯葉冇咁樣，當米嘅番薯葉都可以做出安尼嘅色色嚇。一種時間一定要用一種番薯葉，伊做起來會強溜，會鬧嘅色色。按講係一時間用別嘅品種啊，吼，伊打起來伊打高隻咩？打嘅會有哦，啊整起來又較有哦，所以吼，伊每個時間用嘅品種都冇相同，也都經過幾久嘅時間樣啲嘅。可是你做過幾多10年嘛？嚇，希望攞啲講亞季節你要用亞種嘅品種嘅番薯葉，啊下一個季節又唔可以用嘅，你可能會用別種嘅品種嘅番薯葉。咁像咱哋更加都生產都更加話，一5種色性，即個品種都可以講你有幾好嘅係咪？幾乎可以，但是因為咱用嘅係新米，唔係用舊米，用新米啊吼，米嘅上漲呢、四漲呢，伊安尼有新米，應該重新比例啦吼，全部調高。像水果同青菜嘅安尼水分冇相同，米上漲呢、四漲呢，就要重新調高也比例。嗰種更加啲你點嘅地步，有5色嘅嗰種面拍板，睇下人咧接受度樣嘅呀？幾高幾好嘅。因為用天然的，還是用天然的，用新鮮的水果同青菜做的。咁一般來講，睇你點嘅地步嘅話，有5種色係，譬如講我買嘅時候，我同講我黃色咧，還是講你出嗰一盤5種色都會有啊？係，咱出一盤都總下混合的啦，都有。5色的面拍板啦，因為我前面嘛看到一啲幾種色神的一啲板咧，幾樣都乜個東西咯？我們的招牌千層麻薯板。咁我看下色神同唔同的5色的面拍板，其實同樣，也係咪把同樣嘅技術拿去做呀呢？一面嘅千層麻薯板。哦，因為比例完全冇相同啊！你千層麻薯板吼，伊係你個圓，水分個多一些些，然後個圓，哎呀米又比例又個高，然後也因為也口感啊吼，係你板呢同麻糬做結合。所以會做出安尼，又是把蔥拌的，又是把蔥麻糬，然後安尼做結合，咁個食安尼。其實講話完全談唔出啦，但是因為我現場是有一啲東西，嗰種時間可能乜嘢都用拌的，有嗰種嘅麻糬嘅嗰種口感，嗰種東西都係乜嘢東西。一地步按照色神，伊要一層一層先做好咪？伊個快做，伊拌的也好呢，一開始就因為咱手工板的已經過快做，一開做，然後一開呢貼上去，啊總得冇油的話一切啦吼，挖黑油會安尼冇蒸氣啊，所以伊總得冇油，伊就過釀熟，再慢釀，然後伊安尼應該講也困難過高啦。係因為只是過硬長。咁樣講啦，應該講過圓 Q 啦，嗬。因為你講啊，切到更加我唔先切黑。最主要你講，因為像我哋一般講嘅是可能釀肉糕啦，哈，千層糕，因為一切咧一路切出來。可是通常我都知，發現伊真是過圓 Q 啊，嗬，根本就釀嗰種裝唔好啦。而且都像頭頭講嘅，其實伊是真是冇油，迄有油嘅話一層一層都會裂開來。係啊，會挖黑啦。咁所以平常係食茶咩咩？係啊，也係你生冷嘅安尼番薯，安尼飯條粉。飯條粉。當初呢，我想我開發嘢東西咯。
因为米浓就拌呢，当然用米浓的拌呢，同麻糬做结合，然后做出咱自家特有的咱的招牌安尼啊。伊招牌实在过特别啦，因为伊也要口感嘛吼，唔像咱哋平常时嘛嘅因为上到亚东西，如果上到东南亚嗰种嗰片的点心嘛，但是我讲点心如果软，但是鸦片又唔会，吼，有真係食好了，如果有也會口感起來的。咁平常我把也係你係建議人做點心嘅咯，還是講？伊係你算點心，也係甜的，然後本人安尼都比較好，因為閩南人吼，佢好食點心，佢好食甜的東西，所以吼也算人安尼做食啊吼，做熱熱，尤其天氣咁熱熱，要試試甜的安尼啊。因為其實講講人闽南啊吼，其實人闽南有專門做白玉蘿蔔。我幾多闽南嘅朋友啊，媽媽專門自家嚟整個蘿蔔飯啦。其實對我的女朋友來講，我真是唔多會整蘿蔔飯，可是發現一點蘿蔔飯都暗好食哦。但因為買帶蘿蔔飯咯，先想講唔啲好食麼？就一蘿蔔飯係能自家做咩？係啊，能自家做嘅，嘛相同用咱的菜來米，然後用咱的白玉蘿蔔做嘅，幾香啦，也蘿蔔的米是當然香。伊下面米頭都真係同人外面買嘅嗰種蘿蔔飯冇見到講，其實闽南菜啲即家人做蘿蔔飯吼，伊嘅即家比例啊，有即家比例，嗰種有啲嘢蘿蔔咧吼熟嗆，有啲嘢唔熟嗆，然後有啲嘢會夾埋個東西，但是伊下面提出有個幾特別嘅種，也係蠻個種哦，幾少吃到蘿蔔飯係假呢種咧？你嗱自家做你算你豆腐糕啦，加你蒜頭啦，然後去做一種啊。種你係咪講人哋廣東朋友講一下講，聽人哋蘿蔔飯嘅話，一般用嚟整出好食嘅蘿蔔飯啊。蘿蔔飯水分啊，種得太多，然後安尼蘿蔔咧吼，伊冬天水分就蠻多，伊夏天其實個熱，水分個少，而且不用個多，米就固定嚟啦。但主要係你蘿蔔嘅底部水分啊，同另外加嘅水，呢個重要。整嘅時間啊，吼，嘛看係你熱天整，也冬天整都有差哦。哦，乜時要整個久啊？應該講熱天，因為也蘿蔔咧個硬個熱，要整個久。冬天咧蘿蔔又特別香，幾好食。可以個嫩，係個嫩，唔是整得久。咁北辰咯，你好多整蘿蔔飯冇？有啊。你係咪同廣東朋友紹介下個？嗰種蘿蔔飯嘅話，你自己附近那部分啦，去熟嗆嗎？還是去做別的東西咯？全部的流程都會做。一開始會先揀蘿蔔細槍的，再削皮，再滷成蘿蔔絲安尼。安尼蘿蔔飯底尾加的料有蝦米、臘腸、香菇，一類拿來切下拿去煮安尼。其實像北辰伊講嘅，其實伊都係有做過嗰數，伊能講得出按要嘅東西出來。休息一下哦，等一下，等下一啲東西唔認識到。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食了兩個東西，一個係我的蘿蔔飯，一個還有我的千層麻薯飯，係嘛？有一個豆腐飯唔認識到。請問一下吼，你這個唔係做麵扒飯啦哈？做乜會開始做豆腐飯咯？村裏有乜鬼咯？豆腐飯呢係工作係做些經驗，我以前同工人做，工人有豆腐飯，係攞嚟改良。可是又沒米製品啊，我想到有人講多加啊洗頭咯。因為咱哋黃豆嘅吼，黃豆係闽南有種黃豆嘅，然後用脆皮嘅東西來做，你要堅持用脆皮嘅青菜啊、水果啊、黃豆嘅啊、米啊，全部用脆皮嘅。真係幾香嘅吼！因為頭先一規節目在講，其實你用嘅係闽南菜體嘅一啲東西，對你來講。用菜體嘅東西做東西，係咪得幾重要嘅觀念嘛？
因为吼，咱能所以天会过多后生诶，无论做事的、做西、做农业、烧农啊，因为也冇办法自家去推销，啊有限啊，推销有限啊，啊也量又冇到农费安排，啊伊推唔出去，咱能想讲，咱能要用自家来做安尼食品。做事咧，咱能用遐东西，来该推销、该天数，安尼对大家都会好咧。因为也要观念是在过重要，你讲，除了有讲到一件事情，讲其实我哋咧小农吼，也要产量哦，冇办法太多，真的可以大量供应市场。但是伊哋咧成法又唔可以讲冇人去故意。咁我哋從我哋譬如講我哋做面包板店，伊可能喺我哋最下端嘅地方，伊可以擺一啲東西。其實伊唔是過大量，但是伊可以擺一啲東西，做出一啲新嘅商品以後，佢直接要幫我哋消費者。可是其實農業嚟講，其實都可做到一啲中間嘅地方，喺同我哋咧小農，經過5年嘅變化，我哋都可以變成直接接送我哋嘅消費者。可是農業嚟講，你做一啲角色出嚟，你即個可以把人生活過下去以後，唔係可以變一啲小農，其實一啲東西。有好的收入，無如講唔係可以變化成另外的產品，伊哋咧成法嘛可以過下去。其實係如何你想法係咪？係啊，只是講因為有啲小農啊，那麼看佢辛苦，看天食飯啊，天氣唔好係啊，東西都上得唔好，上得唔好，市場上人就唔會買，啊就等於廢棄。啊，咱就用個安農係可以食的東西，用安尼比難很廢棄，咱就拿來做盡量該推銷。你還問講，也番薯也幾好食，咩東西幾好食，能來買呀？就跟人講，能咁慢買嘅，多跟人推銷。對咱人對人啊，對民農對嘢呢農業都幾好。因為我哋更加幾希望講我哋嘅人口也可以歸去我哋嘅農村，但是其實幾面臨到一個幾現實嘅問題嚟講，其實歸去以後，你可能技術嘛冇安好，但是也成法過下去啊。可是其實有他嘅人我哋講互相嘅天數，其實對我哋人口人歸去農家，其實係一個幾重要嘅力量啦，那個頭都會發現講，你今日拿出來嘅碗盤，佢睇片呢，幾難買咯。係啊，咱都卡做嘅，咱都卡本身做陶藝嘅。本來係做陶藝嘅係咪？喺民農做過橋下，還是講爸爸媽媽本身都對呢啲東西有興趣咯？爸爸媽媽做陶藝30年嘅，咱開陶藝工廠30年嘅，所以咱自家生產，咱自家做，咱地方佢有特。對你講陶藝啊，30年前其實跟渣相同，有名。按講有沒落誒，你佢沒落啊，想講嘛係跟頭前你小農嘅觀念相同，跟咱ลูกค้า自家嘛天數。咱也陶藝嘅東西碗啊、盤啊、筆啊，咱現場吃飯嘅時候都看得到，都用得到，感覺好用好看，嘛可以直接買。等於你把這個面包板店變成一個平台，一個平台經過一個平台，無論經過人面包板，其實你可以不用過多嘅小農，還有你自家ลูกค้า嘅本地嘅陶藝店，我哋嘅工廠，而這個嘅產品。有一啲平台可以去賣出去，咁從嚟嗰種係去人面包板店嘅話，一般人都會用店菜啊。喂，雖然講我有綜合啊，還是講很用嘅去，因為唔同今日介紹到很多產品啊，因為有蘿蔔板啊，因為有其他東西，一般人去人面包板店係用嘅去店菜啊。其實難辦嘅就4種食法，然後有滷嘅，有炒嘅，有吃涼嘅，然後安尼吃甜嘅。最簡單就要4種辦的，其他都客家菜啦，用漂浮法，都拿手工做，米都新鮮的。主要辦的可以炒啊，可以。伊炒的唔好團係的，唔好散係，冇你講炒的會腐係。我幾次咯，也係問八順佢清楚，因為八順係炒的哦。原來你係炒辦的人係咪？今日敲門一下，因為其實炒辦的老實講真的冇簡單。因為人家講炒辦你都辦下一模，唔可以炒你都全部鹽辣，全部鹽包鹽包帶下去。咪敲門一下人家嘅師傅講也鋪一門的啦。炒辦嘅秘訣點來？
草的班的跟绿的班的做，还有是甜的，盐的比例都无相同。草的班的会做的较 Q， 无安尼一冰下去炒一下就烂去。凉的就会做的较软安尼。嗰时也水分我少一些，系咪？嗰时一开始的时候都等于讲啊，一做的时候都等于亚班要炒的，亚班要落的，亚班要是凉的。一开始是都冇强样嘅做法，系咪？所以一开始其实分quite多，一开始安尼。一开始颜色色色，然后就已经分5种色，就是做5摆的，然后做出来呢，凉的、炒的、绿的、甜的，全部再分开，比例又冇相同。等一下，那根本完全违反到能够气管学底杯大量制造，单一产品大量制造的原则。你这样面试这个做嘛能做呢？一样啊嘛，刚刚怪奇怪。因为为了口感啦，为了安尼难做的东西，你他两条，好食，就为了亚基法的，冇别的。真的，遇到亚基法真的是面试这个呢，因为你看啦，有5种色色呢，炒的有一种，你如讲可能要更硬长一些，然后落地的可能水分过中间，你最慢的，如果水分如果过多一些，因为可能还是凉的这种东西。等于你变成讲，你这个冇办法一摆就把所有的东西做起来，你又冇感觉起来，你这个冇几多机器啦。那能做一种机器诶。可是就变成，我用一摆色，我写一摆，我的备料时间非常的长啊。等于讲啊，早晨都开始在批料那些东西。4点人开始，那能10点样营养哦，那4点人就开始做哦。咁我请问一下像咱的做到今仔提说米农，能讲小有名气啦人家阮讲过，咁你咪可以来讲能讲来你慢慢点嘛除了是面包板以外，你咪可以先从搞的做面包板有安尼服务冇？如果有安尼需求。有咱去年的暑假就做一个呢亲子的 DIY， 然后本小人的、大人的去那来看从糯米开始打浆，用新鲜的水果、新鲜的青菜来做，然后一开做，变天样按年年整班的安尼流汗流安尼个样样地讲做班的做样传统的小食啦过辛苦，冇弄遐东西。我解释下，然后也嘛会提供也东西可以跟慢卖，跟咱小农卖，然后可以鼓励到咱的小农啦，不然有机会去宣传自家呢。像我头其实讲的点因为贵创业会的观念如果唔要本个生意的地方，其实做的东西唔蛮简单。你讲某个东西讲，你便利商店都买得到，你等于讲。食物对伊人来讲，可能讲随手可得，哪都有。但是透过安尼的 DIY 一种经验，系你提讲冇简单。你做一点面包板，你讲我前哪本你有面包板了，你又把它磨米，又把它煎，什么？还有按照食可能安讲的东西，其实冇简单去做啊。我相信本身的安尼学习一摆的话，至少一定会提供。正向也会食物，冇讲我是买的用，我们是的，你接的提嘅。咁都更加位置，你的身体应该有气色的啦，你要欣赏应该不是本松压板的吧？是有气色的啦，那神木他家那天数啦，然后本来呢有机会去宣传讲咱安尼种出来饲料，咱的小农朋友。然后可以大家更加来对农业尽一份心啦。咁今家人点面方地位除了北西以外，能量公婆，还有抢其他人吗？有抢其他的，都是北西的安同学，因怪乖啊，怪善忙。咁像你最近对读书嘛，对我哋呢态度是方是个条路，然后规来开面包饭店都更加你这个上咯，下一摆你这个有冇规划吗？以后我想规划开分店，
因为啊，开分店伊可以帮助咱后生诶，伊对啊传统诶安尼办诶店啊，也可以来真是了解牛做，然后去做自家一份事业话，可以宣传，咱办诶咱客家办诶，可以做几多无相同诶变化，然后又可以跟咱的小农天数，那愈开愈多，啊，然自家有事业可以自家拼。啊，咱小农就有几多平台可以销售，安尼我希望啦。其实伊家面花饭店，伊看方来几简单，但是伊后背要做四条柜台。但是我哋今日介绍面花饭店，伊也要新嘛柜台，伊希望天数的迄唔单是自家，伊嘛可以天数嗰度嘅小农。啊，你今日贵感唱啊，等咧场景同埋咧北神路都喺度现场。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啊，有喊人民农草料18年哦。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咱先来运动一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今日我教大家是上颈运动。运动之前，请准备一个无用到的保特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可以来做运动的哟。请大家放起来，臀线上同下做运动哦。好，两只脚打开来。好，我手低脑背伸出去，在地前面，它放来。好，打开来直接手来伸出。好，臀的肩颈，还有你的脖子，好绑上来。好，再手放去，打开，手。好，臀线上同下做哦。你的饭匙骨要打开来哟。来做4下，1、2，加油哦，3、4、5、6、7、8、9、10。好，慢慢的数下来。好，更加臀的手不用按个肩条，用只手不用个肩条。好，来做捞眼前的动作，低腰背捞，慢慢的低腰背。捞眼前呢，低前面捞眼前呢，好，更加看好哦，臀的手，它放来，再打开来，打开来时就尽量放出，好，它放来。打开来，它放来，再打开来。慢慢的伸在上面去，表演的跳拿好，好，顶的照片放下来，唔会绑到肩颈，唔会感觉肩颈的肌肉好有绑到。慢慢的数过来，好，更加来弯片。手伸上去，利用的保特瓶的重量来加以施压力。按个肩条不用松哦，莫按你
松不要耸肩的好了，强强啊变下来。好，慢慢的鼓来。好，更加强竖，两通哈，安能脚呢在前面，做一个弯曲的动作。好，在前面做一个弯曲的动作。好，在前面弯曲的时间的竖，伸上去。好，来臀向上通下走哦，慢慢的走。可以瘦手背，还可以训练你的抬腿的内侧肌。加油哦！好，慢慢的数过来，更加臀的竖，臀脚通下，压风来，再变下来，压风来的同时呢，你蛤蟆拐看上面，好，念住看上面头呢，好，往上抬，哈，一、二，过来的时间，好，我头哪都可以配中间，三。腾轮身上通下走，记得个钢筋要放松来哦。我继续吐气、调气。好，最尾要搞一个动作，强的竖臀脚，好，同时伸出去、打出去。好，看一下哦，俺的脚要低斜后，好，伸出去，让过去竖，顶的斜上，好，打出去。好，慢慢的过来，再看一次哦，臀的脚低斜后。让出去竖，低斜上，伸出去，放松来，来停留10秒钟。1、2、3、4、5、6、7、8、9、10，好，过来，更加稳片的哦。脚让出去，竖，顶的斜上伸出去。1、2、3、4、5、6、7、8、9、10，好，更加按下来，臀的动作来变夹，好，甲佢夹一时了哈。训练你的协调性哦，哈，回中间，弯片，回中间，腾轮的身上慢慢的走，莫急，可以的时间可以停下来趴。休息一下，再开始哦。看电视都可以做运动的，按能通下来做运动，本自家身材更加好哦。
最密实的哦，来1，加油，你做到的哦，2、3、4、5、6、7、8、9、10。好，慢慢的过来休息一下。好，臀的手压放来，中的的跳拿，来做一个颈部的伸展。你感觉会感觉讲放一个床，利用保特瓶的重量来做施压力。好，再来弯撇。慢慢的过来，将近地上面伸出，尽量绑高。好，看下面，好，加上的保特瓶来用的后脑勺来做施压力的下背。你会感觉的颈椎、臀的两骨总会绑到，慢慢的过来，好，来吸气，调气，再一次提气，调气。今晡日的运动，你能記得的嗎？你能今晡日介意挨搞的運動嗎？安尼好好來運動，同先生來做環保，每一個呢都可以來利用的哦。好好運動，安尼下次再來了。